病这种的问题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你即马较老啊嘛，所以吼，阮糖尿病有分2种，第一种是讲阮在少年的时阵得到的。哇，我即马已经70几岁啊呢。对啦，所以吼，这种你就袂去得到这种糖尿病。以你的岁数吼，你即马会去带着糖尿病，应该是第2种啦。第2种吼，就是讲吼，你唔是看人咧讲的胰岛素，就是讲吼，你的胰岛素的功能佫袂歹。袂歹，就是无问题的意思啦吼。无啦。我要甲阿伯讲的，就是讲吼，第2种的糖尿病，介容易得到的，有差不多95%的糖尿病病患是这种的。带着这种的时阵吼，你的身躯佫有法度制造你身躯所需要的胰岛素，只是讲伊的量会较少，袂亲像较早遐尼正常啦。安尼甲第1种的无共款啦吼。无共款啦。第1种的，一般来讲是较少年的人，而且吼，迄胰岛素是欠足侪，定定吼爱着用注的吼来补充。是讲吼，阮即马吼医学足进步的，对糖尿病着较有方法来预防。阮吼，若真正去得到这种病，嘛有介进步的药啊，会当来控制。安尼吼。